那國際消息的部分，先來關心的是，這美國副總統 Vance 呢，在瑞士甲伊朗的代表來進行頭一輪的會談了後，伊是講這德黑蘭目前已經同意，讓國際關注零總署的人進駐，相關的談判就對今仔日開始啊。另外，這美國也暫時來討開部分對伊朗的制裁，溫准因用美金去買石油。We laid a very good foundation for a successful final deal. The final deal is the house. We set the foundation.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but we've laid a successful foundation. 美伊雙方簽署結束戰爭的14點備忘錄，設定未來60天要來做談判。在巴基斯坦也有卡達在中咧吹橋。美國副總統換書也有伊朗的首席談判代表卡里巴夫，在瑞士的度假勝地布爾根斯托克做36點鐘的初步會議。會談結束了後，換書對外宣布，伊朗已經答應和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核查人員入去內底。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會議結束了後，隨即空軍2號登去美國的副總統換書，在咧上飛輪機進前，甲記者講 ，IAEA 核查人員上緊在這禮拜就會登去伊朗。更較濟技術性嘅細節會按利起過，同款坐飛輪機登去伊朗嘅首席代表卡里巴夫嘛真歡喜講，會議佫講到一條120億伊朗資金改動嘅協議。另外，伊嘛講雖然荷寶茲海峽已經開放啦，總是只永遠袂轉去戰爭進前嘅狀況。當時，川普在北京甲伊朗警告，若是因做袂到，會採取必要的行動。另外，拜以美國財政部發布60天的制裁免除令，溫准伊朗的原油也個石化產品，在8月21日進前，會使用美金來交易，甚至直接出口到美國。針對伊朗解除資產這件代誌，其實美國政府有另外一款暗算。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對這件代誌，伊朗央行總裁講，德歐蘭並無義務甲美國買農產品。那 BBC 嘛報道，伊朗的外交部否認 IAEA 核查人員會重新轉去到伊朗。那麼針對美伊戰爭的細節，美國嘛開始甲台灣各國來做溝通。國務卿羅比歐上緊在這禮拜會去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也個巴林出訪，這嘛是2月28中東衝突爆發以來，羅比歐頭一屆出訪台灣。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